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旷野孤独时，他伴我做我的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。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。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。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这一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旷野孤独时，他伴我做我的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。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。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旷野
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心不再忧虑，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，我灵不再沉睡。想起你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当号角响起你那一天，我将见他荣光之面。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这一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远赞美你的名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来赞美神。我们的口要说出赞美的话，所以我们也要唱出赞美的声音。阿们吗？阿们。我们要不停的赞美，一起来拍手。神
的主，主是的，唯有你，因为唯有耶稣配得我们赞美。我们继续来称颂主的名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就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都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就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唯有耶稣，让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，无人与你我相们再次说，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。叫狂风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是的，唯有你配得赞美与尊崇，因为你是那掌管天地的主，你是使无变为有的主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求你将荣耀的宝座设立在这里，宣告你在这里，荣耀就在这里。我们要高举你的名，永远的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再次说圣洁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和散那归于那至高的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在今天早晨有这么好的一个时间，你设立宝座在这里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高声的来呼喊你的名。主，我们要来高声呼喊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帮助。谢谢你帮助看顾我们，让我们过去一个礼拜，我们有神你的看顾。让我们今天，我们还来到安然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，来荣耀你。谢谢你，和散那归于那至高主耶稣。我们要每一天都要来敬拜你，每一天都要来亲近你，每一天都要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呼喊：
呼喊那和散那归于至高主耶稣。谢谢主，孩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属耶稣基督，献上亲爱的主，全能的父上帝，我们带着我们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在礼拜天的早晨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天气，能够有阳光陪伴着我们来到主你的会堂里面，要来亲近主你。主耶稣，也谢谢你在我们的敬拜以及在我们的礼拜当中，主耶稣你都与我们同在，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主耶稣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帮助。所以说，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，同时也献上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一颗感恩的心，以及我们的所有能献上的，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成为馨香的祭来献给你，求主悦纳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来报告。我们报告之前，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金句。好，在诗篇91篇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来念2次，预备来。他要用翅膀庇护你，在他的看顾下，你一定安全。他的信实要保护你。诗篇91篇4节，再一次来。他要用翅膀庇护你，在他的看顾下，你一定安全。他的信实要保护你。诗篇91篇4节。好，那我来报告。那本会的报告，本会有成立信评小组哦。那小组的成员有陈柏志牧师，然后有林顺正长老、廖松辉、严吉慧、王义军、黄家生、田处瑜、陈如山，还有许书成7位的牧区长老哦。如果各位兄姐在教会里面有发生性平的事件，可以跟教会，也可以跟性平小组的成员来通报，教会会有协助处理。那牧师会来补充一下。请我们来看我们周报的第2页。好，周报的第2页呢，我们要介绍性平3法。好，连续3周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叫做性别平等工作法，请大家说一次：性别平等工作法。好。
就是在职场上面要消除性别歧视，同工同酬，防治性骚扰，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。这是在2024年的3月新制上路，就是所有的受雇者都适用，包括劳工、实习生、派遣劳工，还包含育儿相关请假弹性的工时规定。它的核心内容呢，就是要来禁止性别歧视，雇主不能因为性别性倾向影响他的招募、甄试、聘用、分发、配置、考绩、升迁，还有薪资，还有保障婚姻跟怀孕，工作规则、劳动契约不能因为怀孕、分娩、育儿就离职。还有明确化性骚扰定义，包括你觉得受到敌意的工作环境，或是有交换式的感受的性骚扰，就成为这个成立的理由好，让职场的性骚扰申诉的机制能够更完善。那里面也包括几种的请假，生理假，女性每个月可以请几天生理假？1天，好，那天是算半薪。然后产假呢跟产检呢，好，就是女性受雇者有7天的产假，生产前后有8星期的产假，流产呢则是怀孕周数有5日到4周的产假，陪产假。配偶呢，好，陪产检跟陪产假，配偶也可以申请，2个人加起来是7天。育婴假，好，就是呢受雇满6个月就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，好，在子女3岁以前，最长可以申请2年。补给乳的时间，子女未满2岁，每日可以请1小时，加班1小时以上加给30分钟。那可以减少或是调整工时，在子女未满3岁以前。好，如果受雇者有30人以上，每天可以请求减少1小时上班，无薪或是调整工时。30人以下呢，好，就是要和雇主双方的协调。那里面也有讲到性骚扰的罚锾，还有行政救济和奖励措施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注重性别的平等在工作上面。好，所以我们再说一次，性别平等工作法。性别平等工作法。好，然后我们跟旁边说，我们要尊重异性，我们要尊重异性，注重性别平等，尊重性别平等。谢谢。好。好，再来小会的报告。5月3号，有第3次的圣礼典，要受洗的，在本主日，就是今天4月19号以前，向区长或小组长来报名哦。再来敬拜部门，在于就是这个礼拜3，4月22号礼拜3的8点到9点哈，在这个33号的新堂有那个永光教会。永光教会哦，那个新北市的永光教会的周亚伦跟周亚娜传道，他们兄妹哦，他们是兄妹，他们一起要来教会服侍哈。那欢迎兄姐一起来祷告经历神。那请敬拜团的同工，当天7点先到新堂来参与敬拜的研习好，侍奉部门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在招募会员哦，那欢迎新会员来加入，入会费是500块，那每一次呢就是再缴年费每一年再缴年费200块，好，欢迎兄姐加入，支持协会的事工哦。那协会在我们的桃园里面，社区里面我们做了许多的事工哦，对外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生命教育协会哦，来支持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社区的事工哦。好，再来是松大的讲座，4月22号一样，礼拜310点半到12点，有江儿老师哦，他要来主讲，他的题目是家不能没有好马大哦，欢迎参加。然后再来是志工管理线上化哈，那5月1号开始，教会的志工呢全部都会改成是线上来核发哦，有用电子志愿服务记录册，以前都是有一本哦，有时候都会不见哦，然后也很难带出去哦，那现在都有电子版的哦，当然有电子版之后也都会停止寄发纸本的记录哦，好。再来就是侍奉部门哦，教会在5月15号开始。有想要学乐器的，没有？看我们这上面我们没有限制年龄哈。你有兴趣，你想要学贝斯，贝斯是什么？贝斯就是这一支，哦，这支啊，哦，这支叫做贝斯，哦，很酷哈。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军艺每次弹在那边弹很酷哈，站在那边，然后手就这样拨，就这样而已哈。他很酷的站在那边，可是他是乐团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哦，没有贝斯。就没有很稳定的节拍，所以事实上他站在那边是真的是很酷的一个位置哦。所以有想要学贝斯的，还有吉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木吉他哦，不是电吉他，是木吉他吧？哦，应该是是木吉他吧？
不晓得哦，好，是吉他啦，应该是啦，是木吉他哈，对，木吉他，想要学的哦，然后可以到1楼，就是49号的1楼公布栏那边报名填写，4人成班，只要有4个人就可以开班哦。那么是每个礼拜5晚上的7点到8点半上课哦。好，再来就是教界的消息，基督教福音协进会2026的关键面对。在4月21号的9点半到12点半，要在我们教会哦，就是在后天哦，在我们的教会新堂哦。那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是什么，我们可以扫一下我们教会的那个那个周报上面也有哦，周报上面有那个 QR code， 就是封面的这个 QR code 哦，你扫描进去可以报名哦。那免报名费，免报名费哦，有中餐哦，还有中餐哦，我跟我们知道够中餐那家伙哈哦，免报名费还有中餐哈，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研习会哈，如何用圣经的眼光去看待，如何去面对2026这么多的问题哦，我们如何用上帝的眼光，用圣经的眼光来去看这件事啊。再来就是竹中松联部跟平安企业与关怀协会有合办一个专题讲座，4月25号再来的这个礼拜6早上9点到12点，在杨梅教会免报名费啊。它的讲题是迎向未知的老化啊。想要报名的，直接跟苏清长老还有美英执事来报名啊。因为什么？他有午餐哦。我现在参加这些研习会都好好哈，都够尬中道的够量哦，5家够量今后哈啊所以要记得要登记哦，没有登记到就没有午餐了哈。好，再来肢体的消息，芥菜种小组林月香姐妹就是曼双干事的外婆，4月8号蒙主恩召享受98岁，这个再来的这个礼拜6 2点要在本会2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啊，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。好，我来介绍今天的来宾哦。今天的来宾有一对夫妇哈，他们是李文正跟叶秀珠夫妇，他们坐在这里啊，我们欢迎他们啊，他们第一次来啊，欢迎他们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那个邱雨辰跟他的太太哦，来，对，还有啦啊，那个算新婚夫妇了哦。的邱雨辰还有他的太太 Christine，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啊！他快要当爸爸了啊，快要了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节。真的，我没有拿到单子，拍谁？好，有2位，那个他的名字是邱思源，姐妹啊，站起来，姐妹哦，邱思源跟邱纯谦哦，欢迎他们。他们现在几年级？一个国一，一个5年级哦，好，欢迎你们啊！是你写阿嬷嘛对，以后可以带他们去参加那个国中跟那个国小的那个阿嘎主日学哦，有同年龄的聚会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欢迎他们，我们再一次拍掌来欢迎，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诗篇91篇14到16节。预备，上帝说：“我要拯救爱我的人，我要保护敬拜我的人。他们求告我，我要回答；他们在患难中，我要与他们同在，我要拯救他们，使他们得光荣。我要使他们享长寿，我要拯救他们。”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主任牧师陈柏志牧师帮我们做分享。今天的题目是专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过去这个礼拜平安吗？平安。你过去这个礼拜有平安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请放下。过去这个礼拜你觉得不平安的，请举手。没有人举手。好，上一堂有人举手。好，那好，或许你可能真的是不平安到不敢举手。好，但是呢，耶稣要赐给你平安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带领我们过去一个礼拜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主的同在。我们也特别在感恩的当中，也纪念在不平安当中，或是遭遇身心灵软弱缺乏的肢体弟兄和姐妹，也求主你的爱，求主你的平安喜乐，也能够充满在他们的生活的每一天，都能够有主同在，有主帮助。我们在今天再次聚集在你面前啊，也感谢主，有许多的新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，也愿神你的话充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大家平安。好，那我们在2个礼拜前庆祝复活节。好，上个礼拜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宣教士吴英俊，好，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他创作的诗歌音乐。好，但是我要问大家，就是复活节之后，你觉得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？耶稣复活了，那 and then what's the next？ 再来呢？耶稣复活之后该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复活节之后的50天，好，叫做什么节？五旬节，又叫做圣灵降临节。好，古时候以10为1旬，所以5个旬就是有几天？50天。所以复活节好，今天已经是第2周14天。好，那还有749天呢。好，所以在复活节的7个礼拜当中，好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备圣灵的降临？好，我相信啊，也是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学习。所以牧师从今天好到圣灵降临节，好，这几周当中有5次，有5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。我把它取名叫做充满我，就是让圣灵能够充满我们。第一个呢，充满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专注的灵；第二个是有接纳的灵；第三呢是有行动的灵；第四是有什么成熟的灵；而第5是有尽责的灵。我相信这5个充满呢，好像5个阶梯。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呢，好，能够领受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祝福，让我们更能够去领受上帝的圣灵的充满。好，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在圣灵降临节领受圣灵的充满，我们要在圣灵降临节领受圣灵的充满。而今天第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叫做什么呢？专注。好，专注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老鹰？老鹰的视力好不好？好，是人类的4倍到8倍。好，如果你可以看100公尺，你的视力很好呢，100公尺就是从中华路33号门口直接看到统领百货前面的公车上面几号，好，那就是你的视力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老鹰它可以做到是1公里，你现在人类可以看100公尺，它可以看到1公里，1公里呢就从这里开始呢到正生高中，知道正生高中在哪里吗？好，玉山街口，好，正生高中前面的停着公车的车牌号码几号？好，这就是老鹰的视力啊。老鹰的视力呢，好，它非常的专注，所以你看它飞的地方非常的高。好，如果我们飞到这么高，你可以看下去，哇，有山有谷有草有树，可是老鹰却可以专注 focus 在什么猎物？好，一只兔子，一只蛇，它可以在这么高的地方就能够看到，因为它有专注力。你觉得现代人的专注力好还是不好？按照呢这个许多的调查呢，现代人专注力呢不是增加，是在下降。为什么现代人专注力下降呢？一般孩子在国小1、2年级的时候呢，他的功课大概要写30分钟，而他的专注力大概只有15分钟。所以有经验的老师呢，会让国小1、2年级的小朋友写15分钟就怎么样休息，然后回来再继续写，他就可以把功课完成。可是呢，有的爸妈、有的老师不晓得，好，硬要他一次要写完30分钟，他的专注力已经用完了，好，所以他就会写作业写了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甚至有的小朋友一回家写作业写整天，写到晚上10点还在写，因为他都在没有办法专注集中他的精神。随着年纪越大，到你中年级、高年级，到你上的国中，你的专注力呢，应该要维持能够一次30分钟以上。好，这是一个人心智成长成熟。但是现在孩子的专注力的没有办法持续，没有办法集中，有很多的原因哦。好，甚至呢，人的脑呢有3个原力：专注力、记忆力、理解力。大家说一次：专注力、记忆力、理解力。好，这是神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3个原始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 focus， 让我们能够 remember， 还让我们能够 understand。好，你能够有一个理解、分析的能力。
但是呢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脑袋好像起雾，好，然后呢，当我们失神、没有专注力，当我们健忘、没有记忆力，当我们迟钝，我们的思考理解力也下降。现代人，特别是孩子，好，很多的父母亲会面临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发现孩子的专注力没有办法集中，好，不要说孩子，青少年，好，而这些青少年呢，他的大脑从小就开始接触3C。所以接触3C，好，他好像可以一次在手机上面1小时、2小时都不会吵。爸爸妈妈觉得怎样？很棒啊！好，小孩子不要吵就怎么样？丢一台 iPad 给他，手机就给他，然后让他看啊。哦，2个小时都乖乖的不会吵。可是他的大脑已经不知不觉的被训练，没有这些的刺激，他就马上觉得怎样？无聊。所以如果遇到小朋友就是说好无聊，他说好无聊的时候在做什么？就是他要手机，好啊，所以常常呢，啊，我也在教会啊，或是小朋友啊，好，看到主日学小朋友好来牧师家玩，好，然后呢来到牧师家玩呢，玩什么呢？他就跟牧师讲一句好无聊，那我就知道他要什么呢？好，他就是要开电视，好，因为他在家里面不能看电视，来牧师家可以看电视，好无聊，就是他要看电视，啊，如果他说琪琪哥哥有在吗？好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想要打电动，打电动。好，他就会说好无聊，这就是什么？因为他不晓得他要做什么。好啊，有的小朋友来牧师家呢，是要跟猫玩，好，是要跟姐姐玩，好，都有不同的理由。但是呢，好，现代人的快感回路被制约，以至于他的专注呢，常常被制约在3C、在手机、在平板上面。以至于呢，他的睡眠品质，他的大脑受了刺激，晚上脑神经没有办法降速，所以他的大脑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好，那他可能白天玩的游戏啊，好，他接受到的讯息，让他的脑没有办法降速下来，还有他的学习力呢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定性，没有办法专注，以至于甚至还会影响他的语言和表达。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会遇到的。好，当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台中，然后呢有东海大学的老师，他就在分享反映说呢，他现在大学生的老师呢好不好当？他说他教这些大学生明明都考上大学，结果他们的定性呢跟国中生一样，好，很多他们都坐不住，上课的秩序也不好，好，所以老师在教真的教得很痛苦啊，好，他都不晓得他们高中怎么学的，好，一些高中的东西，他们到了大学老师还要教，因为这些孩子怎么样？出生的时候，从2000年21世纪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，他们几乎是活在一个因为到他们开始上学的阶段，7岁以后就是 iPhone 开始问世的时候，所以当他们开始上学，开始接触手机，像我的小女儿2011年出生，她呢小时候很小会站，她看到电视的时候，她的动作是什么？她在电视前面这样滑。好，他原来电视呢就是可以滑的，好，虽然现在电视还不能够滑，啊，不过有的电视已经可以滑。那时候他才1、2岁啊，可是他都觉得那个电视是可以在上面直接用碰的，用触碰的，因为这是他们成长的年代，也影响他们的语言和表达。当我们3C时间使用的久，不代表他是专注，是代表他的大脑被制约。而他的脑袋的讯息的传导会变差，甚至他大脑没有办法去理解，没有办法去执行，所以变成有看没有到，有听没有懂。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小朋友？左耳进右耳出，以前就会这样了。现在的孩子呢，他的专注力呢，更不集中的话呢，更容易。所以2019年有一群科学家针对6岁以前的2组小朋友，一个是讲故事，真人讲故事给他听，在右边。一个是左边由电脑、由平板、由3C讲故事给他听，经过了6周18节的上课之后，发现这些是真人在讲故事的，他们的理解力、他们的专注力、他们的记忆力是有在成长。可是如果是跟着电脑、跟着平板、跟着 iPad 的，他们的理解力、专注力其实是没有明显的成长。所以专家建议呢，在小孩子2岁以前，尽量减少使用这些3C的电子产品，因为会让他们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，而且他们会坐不住，没有办法冷静，他们会想要追求刺激，
也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上学。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师，国小老师、国中老师真的很辛苦，好，不是只有幼稚园，连大学老师也觉得很辛苦，因为他们会变成多巴胺，好，就是他们在专注3C的时候呢，多巴胺一直分泌，可是呢，他们的前额叶呢，意志力呢，却是绿色那条线，好，是没有办法抑制前额叶，而他们的情绪愤怒值是红色线一直上升，可是他们的专注力蓝色那条线呢，是一直下降。所以这会造成他们像是 ADHD， 就是会有过动的坐不住的现象。所以要不要让你的孩子专注，就是看你要不要花时间在他们身上。很多的父母亲觉得顾小孩太辛苦了，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很累，所以干脆怎样，手机平板丢给他啊，不会吵，好，我就可以专心做我的事情，就可以专心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不知不觉当中，你的孩子也被制约，也被制约。第二个原因呢，除了我们被制约以外，还有我们的思考结构是变成碎片化。好，以下这些的这些社群软体呢，好，从 TikTok 开始呢，好，以前是 YouTube， 后来 TikTok 为什么能够抢走 YouTube 的生意呢？好，因为它有个策略，就是短影音，15秒内你要创作影片，你15分钟你就可以划好多的影片，很多人的创作，而且它这个流量呢可以冲得非常的高。所以 TikTok 的策略呢，后来也 IG 现在很多的影音呢，Reels 都会来效仿，因为呢，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不再看这个长篇大论，都喜欢快简洁，马上重点 ，AI 也要马上帮你抓重点啊。我来问问大家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套漫画？有看过的请举手哦，《灌篮高手》。好，现在小朋友叫他拿这个给他看，他要不要看？好。那个叫做赫恩啊，你要不要看《灌篮高手》？不要，为什么？太多了，好，总共有31集，好，总共有31集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现代孩子，好，以前我那个小时候可以看这个《灌篮高手》，他一集到一集要等多久呢？好，大概等1个月，好，但是你会怎样？你会等啊，好，等到31集出来都要几年过去了，好，你会等。可是呢，而且甚至到越后面等越久，等得有够久。可是你会想要看完，可是现在小孩你整套给他，他也不想要看，因为呢，他的结构思考结构呢，已经没有办法连续连贯了。以前我们还有什么宝岛少年啊，有没有？好，1个礼拜都1本，好，然后上个礼拜看过的漫画，这礼拜再出来，然后再来复习。可是现在小孩子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已经变成碎片化。这是什么书？有看过的请举手。好，有人有看过，好，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完，为什么？好，因为太长了。这本书呢，卖的真的是非常的火红。好，那卖得比这个毛泽东的《毛语录》还要好。好，就快只差于圣经了。可是呢，很多人没有办法读这一卷书啊。好，那这一卷书有没有看过呢？这一套书？这是什么？《鹿鼎记》谁写的？金庸。好，有看过的请举手。好，有看。好，现在你拿送金庸给小朋友给他看，要不要看？哦，他绝对把你丢到旁边去啊！好，怎么可能看这种书呢？因为我们的思考结构好被制约，而且被改变，变成碎片化，你没有办法去消化、去吸收。哦，这就变成我们现代人的隐忧。那我再问问大家，好，这一套书有没有看过？有看过。好，总共有几卷？66卷。好，你有看完的请举手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但是年轻人，你要教他读圣经，他看得完吗？你要陪他。所以一开始说，如果你是让他自生自灭，好，他是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带着他，陪着他，他是有办法读完的。请问我们的孩子都会去送补习班，你会不会为了让他读圣经去补习圣经呢？有没有个圣经补习班？好，现在还没有。如果可能要考神学院，他会去找一些人，请他来帮他补习圣经。但是呢，每一天灵修就是圣经补习班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每天灵修就是圣经补习班。我们的大脑有专注力、有记忆力、有理解力，但是呢，
有很多的原因让我们失去专注力，好，但是现代人，好，这个快感回路的制约，好，你会因为太多的刺激，让你的多巴胺不断的分泌，以至于你的前额叶没有办法专注。还有我们碎片化的思考呢，让我们没有办法专注。还有一个叫做 FOMO， 好，叫做错失恐惧。我们说一次，错失恐惧，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。别人都有，我没有，你会觉得害怕，所以你会想要跟别人一样。当大家都有台积电，只有你没有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好，你会觉得哇，别人都有，我怎么没有呢？不过呢，大家都没有，你也没有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还好，踏实。但是如果大家都有豪宅，我没有豪宅；大家都有这个都有游轮，好，大家都出国去环游世界，我没有。你就会开始活在一个错失恐惧当中，又会让我们失去专注。专注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，专注好让我们的情绪能够稳定，专注让我们的思绪能够集中，专注让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的记忆，让我们的工作，让我们的效率，让我们跟人的互动都可以不断的提升。专注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礼物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专注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。而我们现代人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没有刻意的去学习训练你的专注，你的专注力是会越来越被下降，会背着世界，背着手机，背着3C，背着这些碎片化的结构，变得四分五裂。所以我们要去重新找回专注。在圣经当中，有几个我们看见，他以为他很专注，可是呢，他的专注力却下降。有时候我们会聪明过头，却使我们忙碌过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一个马大一样，好，我可以一下做这个，一下做那个，然后可以忙进忙出。在昨天上 A1 课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青年，好，他上课中间休息的时候，跑来跟牧师说，好，这个呢是他上 A1 课是他这个礼拜当中呢第9种的课，好，第9种的课，好，他要上的这个大学的课，好，然后工作的课，然后呢信仰的课，神学院的课，好，他整个礼拜当中7天，好，他要上9种课，多还是少？然后呢，有人跟他建议说，你就不要上那么多嘛，因为他说他真的快要不行了，好，他快要burn out了，然后就说你就一些不要就删掉，不要上。然后他就去认真的说，他觉得每一个都怎样，都很重要，他每个都怎样，都很想上。那他就来跟我反映，那我就跟他说，那既然都觉得很重要，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练习，把这9个课分成3类，1、2、3很重要，4、5、6重要，然后呢6、7、8没有那么重要，你就分类，然后呢把1、2、3的课怎么样，认真的上完。4、5、6呢，好，在你能力所及的怎么样，就去认真的上。那6、7、8就怎样？这次没有办法上，那就怎样？以后才上。否则，他说他快要爆炸了。最后他可以完成几种课？当他爆炸的话呢，9个全部都没有办法完成。宁可他可以至少把1、2、3把它可以上好。马大、玛利亚这对姐妹，好，在路加福音当中，耶稣来了，然后耶稣又讲道。然后客人也来了，等一下又要有爱餐，今天要做礼拜，又要查经，又要灵修，等一下又要小组，等一下又要爱餐。你来教会一个礼拜天，你要做几种事情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像马大一样。请问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情？玛利亚选择的是什么？上好的福分是别人不能夺走的。有一些事情你又想1、2、3也要做，4、5、6也要做，7、8、9也要做，但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到最后一天忙完之后，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有做，可是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。但是选择那上好福分，就是至少把哪一件事情做好，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做好。所以就是在一个杯子里面，你要先放的是石头、大石头、小石头、沙子跟水，你要先放哪一个？你要先放的是水吗？当你水放进去之后，沙子就放不进去了。沙子放进去之后，小石头就放不进去了。小石头放进去之后呢，大石头怎样？永远都在外面，而是你要先把大石头先放进去。所以不要聪明过头，变得忙碌过头。好，跟自己说一次，不要聪明过头，变得忙碌过头。
也不要赚得世界却失去生命。什么是赚得世界却失去生命呢？在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说，这个人他赚得全世界，他有飞机，他有邮轮，他能够环游世界，他有豪宅，他有功成名就，可是最后他却怎么样？失去了生命。这个生命不是地上的生命，是什么生命？永恒的生命。他赚得全世界，用他在地上的人生，可能他40岁就脱贫，50岁就财富自由，60岁呢他就随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可是呢，他却失去了生命。这个生命呢，就是他来空，他什么？朱自清说什么？空空的，匆匆的我来了，然后呢，又不带走一片云彩，然后静静的我又走了。这个世界好像你来了跟没有来，这个世界都怎样？浓薄差，没什么改变。这样的人生，你好像赚得世界，却失去了生命。当我们有一个专注的时候，我会知道说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。你的人生，神把你创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目的。而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计划，没有抓到这个目的，你离开的时候，你以为你赚得了全世界，可是在神的心中来看，是你失去了生命。上帝给你这个生命是非常的可惜啊。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，他们知道怎么样在生命当中能够转向神，这是因为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。第三种人，第一种人是像马大一样，聪明过头却忙碌过头；第二种人是赚得世界却失去生命；第三种人是一直喊主啊主啊，他的一生都在主啊主啊，可是最后耶稣宣判，这样的人却不能怎样进天国。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呢？在圣经当中形容罪，就是用射箭没有射中靶心。你在射箭，可是它射歪了，射偏了，射到外面去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不叫射歪了，这叫做罪。罪就是没有射中靶心哦。所以什么是你人生当中的靶心呢？什么是你人生当中的目标呢？如果你的人生有9件事情，就9件最重要的事情，那最重要的第一件最内圈那个 target 会是什么事情呢？你可以回答我吗？神，好，神同在。还有呢？什么是你人生当中那个最重要的那件事情？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样子你可能你每天都在射箭，你每天都在冲刺，每天都朝9晚5，认真的加班，可是你赚得全世界，最后你却没有射中靶心，你的人生还在哪里？还在罪的当中，因为你没有射中那个靶心哦。那个靶心是什么呢？我要告诉你，那个靶心叫做耶稣基督。好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的靶心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的靶心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啊！在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靶心就是耶稣基督。当你没有定睛 focus 在耶稣基督上面，你可能追求世界、爱世界、爱金钱、爱虚荣。可是圣灵来的时候，他会提醒你。你要 focus 在耶稣基督的上面。一个有专注力的人，他会听见圣灵的提醒，微小的声音，他会知道，立刻提醒啊，我要回到耶稣基督的上面。如果我们不专注，我们会造成很多的损失啊。请问这张图你看到了什么？有人一开始就看到了十字架。这张图是我请 AI 画的。说我这样子写，我站在十字架的前面，可是有很多的人从我面前经过，来来去去，以至于十字架变得越来越模糊。这个 AI 很厉害，几秒钟他就帮我生成了这样的图片哦。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也像是这张图。当你在忙碌，你可能看到的是山，你可能看到的是旁边的教堂。
你可能看到是别人的插的旗子，你可能看到是很多不同肤色的人来来去去，但是你有没有专注在十字架？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呢？聪明过头会让我们怎样？忙碌过头，赚得世界会让我们怎样？失去生命。你只有喊主啊主啊，却不能怎样？却不能进天国。这一切都是罪所造成的。罪就是让我们忘记了靶心，忘记了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什么而活。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，保罗说，前面说弟兄们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什么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竭力奔跑。再来呢，为要得着那从天上在耶稣基督里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哇，这样算一算，至少有9句话。如果说一件事情，那这9句话到底是哪一件事情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你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奖赏。好，所以祝福你旁边人说，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奖赏，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奖赏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目标吗？你今天活着，今天来做礼拜，今天来小组聚会，是为了耶稣基督来的吗？感谢主。如果你不能够清楚的回答，你可能是为着听讲道来的，你可能是为着参加小组来的，你可能是被逼来的，你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叫你来的，你可能是为了吃爱餐来的，你可能是为了其他理由。但是保罗说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再来呢努力面前，再来呢向着标杆竭力奔跑。我要得着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天上招我来得的奖赏。这就是我们的专注。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一直被专注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阿们。圣灵充满的人专注什么？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不是只有说方言、赶鬼、医病。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不是只有每天主啊主啊主啊，然后去祷告山、去韩国，然后去宣教、去传福音，这些都是。但是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也会专注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的上面。很多的坊间，你去金石堂，你去诚品，你去书局，你可以找到个人的书，告诉我们怎样提升我们的专注力，包括你要固定的作息，你要饮食均衡，你要学习番茄钟工作法。什么是番茄钟工作法呢？就是你工作25分钟，休息5分钟，再工作25分钟，再休息5分钟，然后呢就可以非常的有效率。然后呢，告诉你要正向的练习，然后呢要冥想，要稳定思绪，要移除干扰源。做事的时候手机就要开成不是只有静音不是只有震动，还要静音。最好是飞行模式。然后你的工作的办公桌上面杂物都要先怎样收起来。你有没有常常一边工作，突然手机响了？我本来是要读圣经的，突然看到讯息进来，然后点开之后呢，等你要想到要读圣经的时候，已经过了30分钟了，或是你根本就忘记了然后就本来是坐着，我也常常这样，坐下来要读圣经，就开始被其他东西一分心之后，我要去弄早餐，等一下小朋友要起来，等一下呢要做什么事情，一离开座位之后，等一下要回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因为很久的时间过去，结果呢，今天的灵修笔记都还没有写完。这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想要立志行善，由得我；行出来呢，由不得我。因为我们的专注力一直被吸走、被抽走。可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呢，你要学习专注透过运动，还要保护你的眼睛和视力，让你的眼睛呢，能够像老鹰一样，能够专注在你要专注的、需要专注的事情上面。但是最后，今天牧师要用诗篇91篇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操练我们的专注，特别在只有一件事情。
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呢，我们再一次来读诗篇91篇，只有3节啊，14、15、16这3节，请。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；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与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；我要使他享足长寿。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这里有4件事情，让我们能够 focus 在人生要专注的一件事情上面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叫做专心爱主。大家说一次。你有没有办法专心的爱主？多久？好，更好的答案就是一辈子。好，我要一辈子专心爱主。好，对自己说3次，我要一辈子专心爱主。说3次，我要一辈子专心爱主。我要一辈子专心爱主。还有最后一次，我要一辈子专心爱主。简单还是困难？啊，你就回去说，我要一辈子专心爱老婆。好，你的老公就知道啊，你的老婆就知道你有没有一辈子专心爱他。好，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只有一件事情。好，人生要射中目标，你就是要学习专心爱主。第二件事情叫做认识主名，请大家说一次。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，好，我们读完了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，耶稣有7个 I am， 好，我就是。我来考考大家，7个你还记得几个？我是好牧人，羊的门，生命的粮，天上的粮，世界的光，道路真理生命。6个了。我是复活，葡萄树，太厉害了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表示呢，你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都非常的怎样？专注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们到现在还可以记得。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主的名呢？就是从耶稣的身上。那你知道耶稣是天上的粮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复活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是真葡萄树。你就会知道耶稣的名比这一切的更大，你就不会去求爷爷告奶奶。什么叫做求爷爷？爷爷您回来啦！那是谁回来了？连战。好，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呢，爷爷您回来啦，因为你带着红包来给我们了。哇，你把台湾的红包带来给我们，我们就欢迎你。现在爷爷回去，他会不会说爷爷您回来啦？不会，因为爷爷我们的红包比你还多，好，所以你不用回来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但是呢，求爷爷告奶奶，是说呢，你要不是只有求这些帮助你的人，你会求神告诉耶稣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求神告诉耶稣。好，说一次，求神告诉耶稣。当你认识神是谁，认识耶稣是谁，你就会跟他求。为什么你不跟他求呢？因为你不认识他。你不知道他，所以你不会去向他求。你可能会求老板，你可能会求好朋友，你可能会去求互助社，你可能会求扶轮社，你可能会去求其他的人，你可能会去求议员、立法委员。但是你若专心爱主，认识主的名，你就会求告主名。所以第3个，请大家说一次：求告主名，求告主名。因为你认识他，所以你会求告他。当你求，就会得着，叩门就为你们开门。所以15节说，你若求，神就怎样应允。即便你在急难中，神要怎么样与我同在，神还要来搭救我们。所以当我们专心爱主，认识主名，求告主名，最后会是什么呢？最后叫做荣耀主名。请大家说一次。最后就是神说，我不仅救你，还要连摇带按、上尖下流的丰丰富富的赐给你，使你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。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呢，继续要努力向着标杆直跑。
所以神说要使你尊贵、长寿。这个长寿不是只有在地上，还是永生。神要把救恩显明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荣耀主名啊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情，只有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件事，我们要透过这4件事情来操练我们的专注。我们再来复习这4件，第一个叫做什么？专心爱主。第二个叫做认识主名。第3个是求告主名。第4个叫做荣耀主名。在我们的周报上面都有写。这4件事情呢，就是要操练我们的专注。如果你没有操练的话，你可能真的赚到了一台法拉利，厉不厉害？太厉害了。可是呢，你赚得了法拉利，却没有爱主；你赚得了法拉利，却没有认识主；你赚得了迈卡伦，赚得了豪宅，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的豪宅。可是呢，你却没有办法荣耀主的名呢？这一切都是主啊主啊，却不能够进天国。所以结论也是我们今年1月读的《生命记》，说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那因为这是马可福音啊，马可福音多了一个尽意。那生命记呢说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所以不管是3个或是4个，重点是哪一个字？爱主你的神啊。所以你活着最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要尽你一切的努力去爱神，去爱神。这就是 one thing， 我只有一件事情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爱神呢？哇，大家想了2秒，有人回答了。但是呢，这个问题就比刚才更难回答。如果耶稣问你，你爱我吗？爱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你真的有爱耶稣吗？你就像彼得被问的感觉啊！这就是我们在第5次要讲的。第5次要讲的就是耶稣3次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你有没有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，也有一件事情来爱耶稣呢？牧师帮大家想好了4个标准测验你，不管你是小时候，不管你是上班族，不管你是退休人士。这4件事情，就是一个试子，就是一个检测，可以测出你有没有爱主。第一件事情，叫做你有没有读圣经，而且这个圣经叫做纸本的圣经。你有在读纸本的圣经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？过去这个礼拜，牧师去参加一个牧师的聚会，小读经的聚会。那天呢，大家要来读圣经，我去参加了。结果那一天呢，参加人当中呢，只有3个人有带圣经，其他人怎样？拿手机，拿手机。所以拿手机呢，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大家的分享你就马上看得出来，有带圣经的人的分享跟看手机的人的分享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圣经上面你会有记号，你会有划线。像我那天读到的，我就有读过，我就有做记号，我就有做笔记。所以当我在分享的时候，我所做的记号都帮助我，让我可以分享。总共每个人都要分享3次，一次一次的分享，就是你把你之前所累积的怎样再拿出来。你每次打开圣经，手机所读到的圣经，每一次都怎样空白的，都是新的，你也忘记上一次在读过是什么时候。所以我也鼓励大家，当你读圣经，特别是一卷书的第1章第1节，你要在上面写下几年几月几号，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你下次在读到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记忆啊，我什么时候读过这一卷。这就是在训练你的专注力，训练你的记忆力，然后呢，也在训练你的理解力。我们读圣经要读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圣经说我们要读到进入真理，请大家说一次。
读圣经不是有读啊，读完就好，而是你读圣经是为了要能够进入真理。第二件，你有没有专心爱主，尽心尽心尽力爱主？就是你有没有开口向神祷告？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然后你就怎样，头低下去，然后呢，嘴巴就闭紧紧的。但是呢，祷告是要开口还是不要开口？上帝要你开口还是不要开口？诗篇说，你若大大开口，神就给我们大大充满。如果你真的想要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你就要开口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大大开口就大大充满，小小开口就小小充满，然后完全不开口就完全不充满。你要圣灵充满你，你要学习怎么样开口祷告，口开心就开，心开，再来呢，灵就开。好，所以是口开心就开，心开灵就开。你的祷告好，你要练习操练开口跟神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自然，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也不会开口。但是当你操练到你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，你都会开口祷告。当你任何的时候、任何地方、任何的祷告，你都会很自然的开口祷告。那开口祷告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你要开口祷告到领受圣灵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，领受圣灵。开口祷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充满领受圣灵。所以在使徒行传，耶稣被抓的时候，门徒都能躲起来。可是当他们耶稣复活之后，升天之后，他们开始聚集一起祷告。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祷告就整个人生生命都不一样，因为上帝就带他们带着真理，带着圣灵，能够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遍犹太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都为复活的耶稣来做见证。阿们。第三个指标就是你有没有参加聚会，而且是什么聚会？实体的聚会。现代人我们太容易可以在线上聚会。那我们的教会呢，也提供线上聚会的选项。你可以在线上聚会，还可以打卡扫 QR code。好，那我们就会知道，你今天有来。好，如果你是学生，就会记录你的出席，这样你就可以申请母亲节那一天呢，你就可以领到生日助学金。你就是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就有一个生日助学金。但是实体的聚会跟线上聚会有没有一样？就是刚才一开始讲的，你使用3C跟真人的互动是不一样的。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教会。聚会是为了要建立教会。我们的教会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？那所以我们的聚会要怎样？要靠实体的聚会来建立。我们的教会如果是线上的教会，那么就要靠线上的聚会来建立。耶稣基督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？他可以建立实体的，也可以建立虚拟的。如果你要建立的是实体的耶稣基督，你就要付代价，花时间专注在实体的聚会上面，来建立实体的教会。如果你的耶稣基督是虚拟的，是幻影的，是那缥缈的，你就可以在网络上面、网络世界来建立一个网络的耶稣基督。但是上帝如果呼召你是在一个教会，你就要在实体的聚会上面要专注，不要让世上的事情把你的吸引力被牵走了。我今天要去爬山，我今天要去露营，我今天要去参加喜酒。所以呢，1次、2次、3次，你的专注力就越来越低。最后呢，指标叫做什么呢？奉献。而且你的奉献要奉献到怎样？会痛，有感觉。什么叫做奉献没有感觉呢？请问你上个礼拜的奉献你还记得多少吗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可能就是你没有感觉。如果呢你还记得呢，就是有感觉。
还有呢，我们常常这场礼拜，因为我们的奉献呢是在敬拜后就奉献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现在是要奉献。那我常常看到呢，在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和乐意，然后就开始怎样捞，开始抓钱包好像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做礼拜一样，你都不知道今天的礼拜程序当中有奉献，表示你奉献的这一件事情怎样，你没有感觉到，你没有预备好。可是呢，一个有训练的，他的奉献什么时候就准备好？做礼拜以前，甚至呢前一天，我听过以前这个寇绍恩牧师在讲他的妈妈的奉献，是怎样？前一天就准备好，而且呢准备好还不够，还要把那个奉献的钱怎样拿出来用熨斗烫的跟新的一样，然后呢带着这个奉献的心去敬拜神。其实对教会来讲，你奉献一个烂的1000块，跟一个新的1000块有没有差？隔天礼拜一通通都拿去富邦银行存进去了，没有差。可是，在上帝面前有没有差？差在哪里？差在你有没有预备？你有没有预备？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你的奉献要有预备。因为每次的奉献都是在预备什么呢？预备我们进入永生。耶稣说：“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什么心就在那里。”如果你的奉献是有预备的，你的心不是堆积财宝在地上，是堆积财宝在天上。所以你每次的奉献都是为你的永生在预备。阿们。你每一次用心的预备、认真的奉献，都是堆积财宝在天上。所以在天上你去的时候，你不会发现什么都没有，因为那是你用你的预备、用你的专注所堆积出来的。所以这4件事情可以检测你的一生有没有专心爱主。第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因为读圣经而进入真理？第二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因为开口祷告而领受圣灵？第三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因为参加聚会而建立教会？最后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因为预备奉献而进入永恒？这4件事情就是最直接可以来看你的一生有没有完成这一件事情。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有几天？50天。今天是第几天？第14天。14天。所以如果你要把这5件事情的操练呢，我们已经过了14天，明天就第15天了。今天是已经满14天了。今天是第15天，没有错。所以在前10天，我们要学习的是专注，让我们能够不要被这世界所引诱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？接纳。怎么样去接纳自己，接纳别人？这也是我们现在在 A3 上课。明天晚上我们要上的是第4课，接纳自己，也是要在操练的。期待我们在圣灵5旬节那一天，我们真的领受清清楚楚领受圣灵给我们的专注，领受圣灵所给我们的礼物，领受圣灵所给我们的祝福。在这礼拜的小组，你可以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让你分心离开神的事物，你也可以分享在你敬拜的经验当中能够非常投入专注。有时候我们的聚会都容易分心，你有没有那个非常的专注的经验呢？为什么呢？彼此分享，而彼此带导的就是求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专注力，让我们散乱的心、忙碌的心能够沉淀下来，知道什么是我人生的大石头。只有一件事情的话，那个大石头是什么？我要把它放进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从死里复活，复活的耶稣要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，就是圣灵保惠师。圣灵来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，
圣灵来，要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来，要充满我们，在我们的身上，使那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行走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使那被掳的得释放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圣灵已经来，圣灵已经在这教会，在这世上很久很久的日子，而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圣灵，被圣灵所充满，心意更新而变化呢？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爱神，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透过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如同老鹰展翅翱翔。你不会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，你看到的是这世界是神所造的。你会看到在这世界当中失丧的灵魂，你会看见在这世界当中的水深之处，你会看见是在这世界当中神所定的标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命定的生命。让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的爱主。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主而活，为主奔跑，为主来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耶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唯一的主。耶稣你能，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你能医治，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从头来，耶稣你能使瞎眼的，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。让我们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让我们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来爱耶稣。像狂风地浪军行，他的赦罪新生机，耶稣无人与你相比。是的，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，耶稣基督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耶稣基督是复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葡萄树。哈利路亚！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我们来敬拜耶稣，唯有耶稣能
父母亲来祷告。这群父母亲就是你的孩子在3岁以下的父母亲。在我们教会3岁以下的孩子现在有10几位，我们要特别为这些3岁以下的孩子，或是你的孙子孙女，为因来祈祷，让他们不要过度的接触3C，而是有爸爸的陪伴，有妈妈的陪伴，有阿公阿嬷的陪伴，花时间、花精神、花力气在他们身上，读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，跟他们讲人生的道理，用诗歌、用神的话来引导这些孩子的生命，让他们不是只有平板，让他们不是只有手机，让他们是有父亲、有母亲、有家人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些3岁以下的小孩子，以及为他们的父母家人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这时候要奉主耶稣的名，为所有在3岁以下的孩子们来为他们祷告。感谢主，你赏赐他们有全新的生命，有大好的人生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，让他们的生命是有父亲、有母亲，能够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、最紧密的关系，让他们的家人能够成为他们的支持还有供应，让他们能够听到圣经的故事，听见耶稣的故事，能够明白领受圣灵的智慧在他们身上。主啊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能够走过人生，使他们生命永远不孤单，使他们能够专注在耶稣，使他们能够专注于你。谢谢耶稣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第二个，我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圣灵的充满就是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一件事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申命记6章4节，你要怎么样能够用你的一生活出一个爱主的人生？不是牧师教你，不是长老小组长教你，是圣灵要来教你。我们要邀请圣灵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爱神的人生。在我们人生的告别式上，所有来参加的弟兄姐妹都会见证到，这是一个爱神的仆人，这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读经、祷告、聚会到奉献，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预备，都能够操练，都能够专注，有圣灵的帮助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为你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的名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求圣灵充满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。我们的儿女要做预言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我们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，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唯有耶稣是我们的主，唯有耶稣能够掌管万有，唯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当中。哈利路亚！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是的，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。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唯有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。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叫狂风巨浪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排掌
把一切荣耀来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门。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领受上帝的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充满，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专注在读神的话，进入真理，专注在向神祷告，领受圣灵，专注在参与聚会来建造教会，也专注在认真奉献来进入永恒。从今天起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！我们再次拍手拍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！耶稣是荣耀的主，阿们吗？我们开口来赞美他，我们要不断的开口赞美他。阿门。时时称颂你，向你来歌唱，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。时时称颂你，向你来歌唱，大声地赞美你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。天是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。天是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天是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天是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，愿我们下一个礼拜，整个礼拜当中都有跟神很好的连结。那等一下收椅子的时候，麻烦这个4个不用收，只要收2旁边的就好了啊，因为下午有志工的训练，中间的4个位置都不用收，只要收2旁边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各位协助一下，谢谢。上帝祝福。